好，非常开心。我有关注你的微博，挺多人粉丝。你们怎么定义自己的青春？那我从小就向往可以独立生活，从小还幻想，哎，如果自己是一个孤儿，多酷啊！我正在出家的时候，其实我的人生啊，可以用一种晦涩来形容吧。您对娱乐圈不了解吗？您不八卦吗？什么叫八卦？这个问题太深刻了。爱恨情欲生死情仇，所有的欲念放得太低，你怎么能拍出动人的作品？怎么能演绎出复杂和精彩的人生？因为作为一个女演员来说的话，应该会经常面临着大家对你容颜的注视。我非常的不爱世俗的美，这个就是真的。是什么方面的美？人性的光辉啊！你怕衰老吗？我希望有一天皱纹也可以很美丽。我想问那个赵薇的话，那死亡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打算？面对死亡，你可以有800种态度，但我觉得我挺喜欢我这种直觉产生的态度。欢迎大家来到凤凰娱乐意见特别节目录制现场，我是主持人易立竞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少有人走的路。很多人都觉得人生的路应该是走一条大多数人都认为成功的路，或者是看到大多数成功的人所走的路，才觉得那是充满希望的。很少有人考虑到少有人走的路可能也会让你更接近，或者有可能接近心目中完美的自己。下面我要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个被采访对象，他是一个大明星。1997年，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让赵薇一夜成名。那一年，她21岁，明星之路就此在她脚下展开。凡是与她沾边的事儿都被无限扩大，毁誉齐飞。有人预言，她将昙花一现，像流星一样坠落。2013年4月，盛名之下的16年后，赵薇执导的电影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在内地上映。她从一个家喻户晓的偶像明星，成为了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华语电影女导演。回看她的成长路径，踩下去的每一步都很惊险。她说自己是个执着的人，只要选择了，就会一直走下去，哪怕是错误的。有请赵薇。今天也是赵薇的生日，好像现场有很多人知道。这是你第几个生日在工作状态中度过的？为数不多的生日吧。其实我不在乎生日做什么，就像今天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准备，也没有准备要说什么。但是易立竞的邀请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一个非常执着的人，然后一个非常就是说是让人尊重的一个人，然后又能跟那个索大姐堪布一起对谈。我说其实我特别怕讲心灵鸡汤之类的话，但是堪布鼓励了我，说如果鸡汤对人有益，还是要多说一点。鸡汤有鸡汤的营养。你怎么理解少有人走的路这句话？之所以某些人走到了少走的路，大部分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心性、自己的爱好、自己的愿望，或者是内心的声音在走，所以他走出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。其实某种角度是非常自我和执着的一种类型的人，这样的。你觉得你是吗？我现在想一想，我还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。其实执着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
就是要放下这些念头。其实对于人生来说，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平静与快乐。但是呢，如果把执着又放得太低，人过于淡薄以后呢，我觉得就像跟李强老师一直有分享过这个东西，我们是拍电影的，我们是做跟艺术有关的东西，爱恨情欲生死情仇，所有的欲念放得太低，你怎么能拍出动人的作品，怎么能演绎出复杂和精彩的人生？所以在信仰以及你要从事的未来工作上，它是一个非常敏感也是非常微妙的一个调度。这样跟大家聊一下我的下一个被采访者，懒人五明佛学院的堪布索达吉堪布。索达吉堪布，藏区牧民的儿子，16岁上学，用了5年时间完成小学至初中的学业，考入甘孜师范学校。他的理想是当老师。1985年春，还有1个学期就可以留校任教时，他选择了一条让很多人意外的路，到懒人五明佛学院出家。